中到早，欢迎收看7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3，伫昨昏已经乘做风台红霞，伊个一路会往西北西行，因暗到拜六会上划进咱台湾。气象署也已经发布海上警报。详细景将一粒一粒黄色的酸影装入网地，搁放伫鸭仔，这拢是透早才采收落来的下雪酸影。原本伫6月到7月当时酸影的采收期，即马拄着风台外近，农民甲派人手采收，都惊规个心灰灰了了。因为遇到台风也是把树上的芒果给采收下，要不然落在地上是很可惜啊。因为这农民一年的心血就靠这一次的收成。另外，也有台东的富港渔港，渔船拢已经入港，一只一只固定伫码头边。搁较大广告，包括来往绿岛的航班，为日时下昼3点半到2早起10点半，船班取消；也有来往南势船班，为日时中昼过了后到2全体取消，为伫南势的开关港也客满旅客。到伫南势的渔情指头，目前也阁有旅客来升水。迎风面的花莲跟台东以及这个恒春半岛都是主要降雨的一个热区哦。那这段期间的降雨大概会落在大雨到豪雨等级之间。气象专家提醒，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雨势未当疏忽。另外，虽然2到2风台渐渐管理，也毋过继续受到偏南风的影响，华东南部地区的天气形态犹原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各地一个真烧热，在北部地区可能会透火烧风。气象署也有针对11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有可能会热甲超过36度。不过，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的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地区会较高落阵雨。伫咧新竹以南甲各地山区嘛，都要注意过头会落西北风。愈暗来，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地区雨会愈大，因若东半部、西南部的沿海甲平湖嘛，拢都要注意风影会真大。另外讲到这风台红霞，昨因为有号名传的日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原底也阁认定这是热带性低气压，所以咱先甲升级做风台是以无号名来处理。但即马嘛已经正式甲认定做风台红霞，气象署也已经发布海上的警报，咱赶紧来听拄则详细的说明。气象署已经在昨天深夜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在今天清晨的时候，也由于地区气象中心日本正式给予名称，因此我们正式命名为红霞台风。红霞台风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距离鹅銮鼻大概东南方约4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的向西北西的方向稳定的在移动。而从它中心的对流可以看起来，它的结构相当的扎实，它的强度也比过去来得好，所以它的中心强度从过去的18公尺每秒增强到20公尺每秒。它的7级风的暴风半径也从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北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还是会持续增强，暴风半径还是会持续的扩大。也由于它持续向西北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未来即将影响到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因此我们要提醒在这附近的航行作业船只务必要严加戒备。好，这是头拄则气象署上新的记者会说明。咱再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先看联合报。空军 F-16战机今年1月初6来失事，飞行员新毕的顺捷在监测院调查发现，讲事故发生的前一礼拜，飞行机导航系统受故障，空军逐步来管控飞行的风险，而且有侪修护作业是违反规定，所以通过纠正空军。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有一个囡仔开互年尾姊妹仔苦毒到死，一审二审，这刘彩栓、刘玉林分别互人判无期徒刑甲18档的刑期，最高法院当日已经驳回上诉来定案。来尾是中国时报，中国公布伫咧福建东山岛附近咧进行实弹射击演练，针对中国是搁再来破坏区域的安全稳定，咱外交部是严正谴责，呼吁中国是停止爱起无空甲侵扰咱普色地带的这款行为。讲到中国这间的射击训练，这学者是分析讲，应该只是小规模的操演。韩国局嘛表示讲，是袂影响到咱国的船只。也毋过，同一天，这咱国防部是公布侦测到中国有发射运载火箭，有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最近是一直放出中国军队伫陆海空执行实弹射击训练的画面。中国海事局嘛发布航行警告，讲23、24连续2天伫台湾海峡2个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经过对照坐标，2个所在拢伫中国福建省东沙岛的近海。对这交通部航港局指出讲，范围离金门差不多57.6海里，配合差不多103海里，并未影响航行伫咱国海域的船。目前来看的话，中共这一次发布的一个实弹射击，它的一个规模应该是沿海的一个火炮射击。学者分析，这个军演应该是中国军队小规模的火炮操演。但讲一讲，国防部佫一摆侦查到中国发射运载火箭，用西太平洋飞行，而且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佫真罕见，标注资料的来源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显示台美争执交换的成果。面对中国持续侵扰，咱国今年的下定润性演习，会第一摆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目的在于模拟各种极端的情境。验证政府在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方式，更加的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必须特别再次强调，这次演习不是断网，而是降速。NCC 表示讲，这摆演练的规划是伫中部和北部拢总14个县市来实施。中部演练的时间是8月初10，北部的时间是8月13，拢伫下晡2点半到3点。建议民众事前甲会使用到行动网络的重要工课排好开，卖当生活到固网，也是用 WiFi 来连线。另外，过一个半月，阁做尖咱海鲲号23号看到出海做第17摆的海测，和第11摆的潜航测试。航速我高雄港内航行速度的上限阁紧阁顺，今日马祖夜航测试嘛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中东的局势。美国甲伊朗是连续12天互相来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佮放条讲要来轰炸伊朗境内桥佮电厂，因为伊朗这边就呛讲要甲美国的盟友断电断石油来报复。另外，伊朗咧支持的也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嘛是宣布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进行海上的封锁，而且也已经攻击红海的沙烏地阿拉伯油船。伫荷姆兹海峡封锁的期间，变作能源代替航路的红海航路，即嘛因为美战火变作另外一条战线。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武装组织，第三公司已经攻击红海的2架沙烏地阿拉伯油轮。沙國方面證實這個消息，官方的通訊社 SPA 報道，一架叫做 Encilia 油輪遵守導火，所有船員攏安全無代志。對中船的網站 Marine Traffic 顯示 Encilia 油輪在紅海的航行路線，青年運動軍20宣布封鎖紅海的航路，經過船隻莫行沙國的港口。22船的航行地圖顯示講，有5隻油輪在紅海改變航向，其中2隻船甲要去的所在改作蘇伊士運河。ستواصل عملياتها البحر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除了沙國變作目標，伊朗的軍隊日嘛針對美軍在約旦和巴林的軍事基地做無人機的攻擊，而且帶着收藏裝備和進駐部隊的設施，用這來報復美軍連續對伊朗境內發動的攻勢。伊朗的外長阿拉奇發文表示講，美國攻擊伊朗的基礎設施，伊朗會遵循防禦的教條，對美國開始實施報復行動，對幫助和支持美國的國家嘛會做回報復，並對伊朗這樣的美國總統川普日嘛公開反擊。伊表示講，只要伊朗向荷姆茲海峡的船隻來開火，美國就會摧毀伊朗的一座橋，或者是一個發電廠。This is with this skirmish we have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川普伫22先和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去德拉瓦州的多佛空軍基地參加4個殉職美軍官兵的迎靈儀式。sau落來轉去喬治亞州參加活動的時陣，伊是閣一擺向媒體重申對伊朗戰事正硬的立場。美伊戰火即馬燒甲愈來愈旺，美國眾議院22以216票對212票小可優勢，批准國防授權法案 NDAA 通過創紀錄的1.15兆美金的軍事支出，嘛顯示中東戰事愈來愈進步的趨勢。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来看印度醫學院入學考試，因為這題目漏失，造成大規模愛停課爭議。即馬是演變做全國的青年示威，抗議政府施政、甲教育不公、失業率高等等。即馬成做印度總理目的對2014年執政到今上大挑戰。
警方的水一直抓，不过学生囡仔一直走伫个路上。印度的街路又搁发生警民冲突。医学院就话考试实地风波议论超过1个月，抗议已经为首都新德里拖到孟买、海德拉巴、加尔各答等真侪城市，除了要求教部长普拉丹落台，学生囡仔嘛甲箭头指向青年失业、教育无公平，也甲政府施政，引发印度这几年上界大规模的青年示威。ज़्यादातर graffitis जितनी मैंने पढ़ी अभी तक, तो they are like the demands we kept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but instead of our demands being fulfilled.They just welcomed us with tear gas or lathi charge. 抗议现场的壁画真侪图甲标语，少年人用艺术表达不满，也有无签名的人订小茶甲餐点送去示威现场，替学生囡仔加油。伫路的行的同时，因为网络口水行动发起的加沙人民党运动，即卖已经吸引几了100万人伫线顶响应，各得到反对党公开支持。The Nanda is a symbol.And the students have pain about how they have been treated. That symbol has to be removed. Out of respect to the students, that symbol has to be removed, number one. 反对党批评政府一直无回应学生囡仔诉求，社运因素忘储课已经绝食超过3礼拜，呼吁政府停止对学生囡仔使用暴力，搁较卖立案调查，派警察挑人。ये न करने की मुझे आश्वासन चाहिए.और वो आश्वासन अगर जल्द मिल जाए तो मैं आप सबके और जो नेतागण यहाँ पर आए उनकी बातों का इज्जत करते हुए अनशन आज ही तोड़ूंगा。虽然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伫国会讨论考地外泄案，不过伫教部长是不是留落来，也甲实质改革态度也是真强硬。对学生囡仔伫街路一直伫抗争，在野党全面介入，这场由考官外泄点到的怒火，已经为校园一路烧入政坛。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另外，印度、巴基斯坦甲阿富汗最近是拢咧落大雨、做大水，佮发生严重的土石流，已经造成几10个人死亡，也佮有上百个人是下落不明。专家也表示讲，虽然亲像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碳排放量拢较低，不过却也同款面临着气候变迁的威胁，是上脆弱的受害者。放眼看去，规条街路变作大海，民众驶铁牛啊，牵净水撩水过，坐救援队的树林船。印度东北部连续落大雨，造成阿萨姆邦、查谟、克什米尔等地区严重咧做大水。因为附近的雨量太济，溪水是规涨起来，引起爆干，包括人家厝甲在地庙寺拢叫淹掉，造成严重的伤亡甲灾情。असम में बाढ़ परिस्थिति काफी गंभीर है। अभी तक 40 लोगों का देहांत हुआ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आकलन का अनुसार अभी भी 70 से 80 लोग लापता है。阿富汗东北部努里斯坦省同款咧做大水，动员机构无用咧清土埋，各有4个崩倒的厝口，因为当地臭树林臭甲收超过，土马食水量下降，比那一落大雨就引起大范围崩山。当地10几间旅社受到损害，900位居民到达下落不明。دا چې 13 ورځ په دغه پارون ښار باندې دغه یو سیلاب راغی او دغه سیلاب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9 پورې هوټلونه او همداسې شانه نور ډېر زیات زیان یې اړولی چې تاسې خپله ګورئ. د دغې زیان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100 زیات هیوادوال چې دي هغه تلف شوي دي。巴基斯坦西北部也变作是重灾区，救援人员搁出动吊车，才会当甲浸伫水底车辆救出来。专家指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两国虽然对全世界碳排放影响真细，但如今却变作是气候变迁之下上界脆弱的受害者。面对愈来愈常发生的大水、酷旱、天灾地变，要安怎加强防灾韧性，得到国际援助，已经成做是南亚国家重要议题。公司新闻陈伟仁、郑建功编译。今仔日咧法国是因为连续3波的热流称高温，这火烧山是快速摊开未收煞，已经烧掉超过120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当局嘛是赶紧来撤离超过2万个人。法国火烧山大火冲到10米悬，消防出动700人前往拍火，水灵车陆续加以支援，希望会当赶紧控制火势。不过因为连续烤烧已经称高温，这空气甲食物拢已经变甲真焦燥，即马搁咧透大风，这对救灾是相当不利。
Très clairement, l'état de sécheresse du massif est pire qu'en 2022. Donc les conditions d'explosion des feux, on est dans des conditions plus difficiles. 吉伦特省滨海城市勒波日火烧山灾情上界严重，大片的青仔桥大火烧掉，顶已经烧掉超过120座大安新民公园这么宽。初步研判，这场大火是因为一台割草机意外所引起的。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当地政府是赶紧撤离当地居民甲游客超过2万人。Les vents à partir de 23h, donc effectivement là ça soufflait de partout, il y avait de la braise qui montait, enfin dans les terrains c'était proche, vraiment très très proche des maisons et oui on a eu très peur, oui très très peur. 法国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已经有12500件火烧山，烧掉4.4万公顷宽，差不多是1.7个台北市这个大小。今年5月以来，法国已经连续遭受到3波旱季效应，极端高温超过40度。真久拢无落雨，花草树木、土木拢变甲真大扫。闭草神啊，引起火烧山的一桶一桶火药桶，野火也已经拖出去传统的地界。巴黎近郊出名的枫丹白露树林，进前摇烧起来。法国、英国拢真可惜因的军事化、快速拍火战略。即马面对跨区域当时爆发的新野火，已经无材料去应付。另外，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火烧山，目前也是继续咧烧。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搁再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奈及利亚一只飞行机咧降落的时，出去跑道，好甲在机顶68人拢总平安顺利脱离。国家事故调查委员会也已经启动相关的调查。美国众议院是搁在投票通过，要求总统川普就要让美伊战争结束，正做国会对川普的象征性谴责。不过参议院是否决另外一项相关的停战决议案。美国公布要对无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国家来加扣关税，7月24要生效。因为咱台湾部分产品是扣10%，其他包含中国、印度在内，税率是伫咧10%至12.5%之间。咱继续转来关心国内的油验出致癌物质的风波，包含有机烤地油，即马嘛有验出苯苯比超过标准。新北的联经绿色科技中心这是自主来检验，发现苯苯比超过标准，主动通报给卫生局，通知下游的业者落价回收。有939罐已经伫咧市面上咧卖，所以若是有买到的民众，就要赶紧去办退货。你这个不是我们有问题的皮料，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退货给你。民众摕烤地油的礼盒来店家办退货，都惊食到致癌油。联经绿色科技公司生产的有机烤地油，因为自主检验发现致癌物苯苯比超标，真正是主动通报新北市卫生局，而且通知下游的业者落价回收相关产品。当天收到检验报告之后，确定是哪一个批次，我们当天就知道是哪一个产地、哪一个农户出了问题，可能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温度没有掌握好的这个状况，所以可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苯苯比。记者来到伫新店的联经绿色科技公司工厂，已经全面暂停作业，而且风大风调。不过外界质疑讲，苯苯比一般拢是伫超过摄氏300度的环境之下形成。大豆沙拉油的制定温度，包括甲全脱槽含护冷等等，大多数拢控制在200度以下。烤地油的制定主要是分做冷压法，差不多40度以下；水煮法差不多100度左右。另外，还有烘炒热转法，差不多是70度到180度。整体制作的过程嘛，拢伫200度以下。理论上应该是无遐尼简单会超标的。冷压就是都不加热，它并没有冷压，所以它有可能加点热，使它的这个油的产能多一点。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油加热也是会产生。民众如果长期碰到一些苯苯比超标的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新北市卫生局指出讲，联经公司是拢总生产5024罐烤地油，内面有机烤地油250毫升，是伫米花田生机园在卖。另外一款统一生机粗转烤地油250毫升，是伫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在卖，拢总939罐。其他的产品是拢无流入市面，已经互卫生局拢总封存。对这统一生机是发表3点声明：第一是对这个事件回失礼，对买到有疑虑油品的消费者，无条件会当专业退货退钱。
米花田生技园嘛发表声明，不管敢唔开放，拢总会当专业退钱。另外，圣德斯可声明是无卖有问题认证烤地油。另外，卫生局现场抽验5件烤地油的产品，数落来是交予食药署来帮助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这认证公司的烤地油验出苯便秘超标，新北市卫生局是继续咧追查落价回收的情形。因为这油毛卖好，米花田生技园地这块超市，台北市卫生局嘛有去到米花田的总公司来调查。那本次呢，联进的苦茶籽原料是由联进公司自中国输入。那验收时呢，有取得该批原料的苯醃皮检验合格证明。那油品检出苯醃皮是否与原料或者是制成有相关，业者呢应该要纳入检讨改善的方向，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安全。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回收33罐有问题的烤地油。另外，台北市卫生局是查出米花田甲认证进货720罐的烤地油，配送到37间门市。目前，敢若查到仓库有一罐共一批的油，已经要求业者是袂当搁卖，而且米花田嘛是已经全面来预防性落价，开放消费者去退货。好，针对食安的问题，这行政院是有通过食安法的修正草案。未来若是发生食安事件的时阵，中央就会当来成立食安事件的指挥中心，地方是有通报甲配合应变的责任。因为业者若是发现这产品出问题，就要伫咧24点钟内通报，若无是会当罚到3000万。另外，这检调是有申请要羁押中联邮局的厂长陈炳营，不过法院是裁定100万交保。经过产品样本检验了后，是有数23伫官网改新消息，公布泰山服务复收使用中联19批油，拢总501项产品会使购卖。若是什么时阵会使购卖？是有数表示，尊重地方卫生局依法监督环节甲业者自主决定。为了防止未可发生类似案件，行政院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业者若无通报，也是延误通报，相关罚款为应过300万提高到3000万，提高到3000万之外。那么，对于实验室的要求，也同样会课予这个未通报会有3到300万的罚款。那么，未设实验室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罚款，而且限期改善。这个是法的重点，包含当重大食安事件发生时阵，会当成立中央指挥中心，统一协调各级政府，并强化源头管理。业者必须24点钟内通报各样，嘛鉴定验证机构会当进入业者场所进行现场抽验，袂使拒绝。业者延误通报也是闪回收会当款，配合预防性落来，不过查无违规的业者，由食安保护基金来补助损失。地方有相关的一些能力或资源的一些限制。好，所以希望在整个的管理上，能够根据规模的大小，还有它的一个严重度跟以往的经验的不同，能够在风险上好做一个分类分级的管理。检调嘛持续调查中联问题油，要查原因甲对查流向。台中地检署第2日发动第2波搜查，带回中联厂长陈明营等3人列被告。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应可认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申请扣押中联复收服务甲泰山公司的不动产，法务部长陈明谦证实，依照食安法为社会金额估算，不法所得差不多1.26亿，法院已经裁准。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咧高雄小港有渔船偷排放废油污染渔港，但即马伫咧前镇渔港竟然嘛是出现同款的情形，这污染的范围大概有300平方公尺宽。海洋局是已经派人去清理，不过规个港内也是铺一层乌色的油。海洋局也当咧调监视器对查源头。工作人员甲吸油的物仔掠做一片一片，等落去海里，无一下就规地变乌，需用网仔好起来，用地啊包好势。高雄前镇渔港外北一路一带，早起有民众发现规个海面铺一层乌色的油，污染的范围阁不止啊大，赶紧通报。海洋局派人来看，怀疑有渔船偷排废油，随派包商来处理。8点啦，阮就开机就要用迄个吸石油布啊，开始吸了油来啊，无要产生污染啦。这真正严重的哦。恁感觉看过像安尼遮快？嘛真少啦，真少发生，毋过今仔日较大片。因
因为惊造成第二届污染，包厢敢若会当有扫啊杂球用棉啊落去吸，对在去饭店开始处理，已经用大卡的粪扫袋啊第120包拢也未处理煞。海洋局表示，初步估计废球的量大约50粒，污染范围300平方公尺，已经展开调查，会对行为人按照渔港法来采取，上悬罚50万。那初估它的油量约50公升左右，那我们也已完成水量的一个采集跟保存，并将全面检阅那个监视器，看有没有可以抓到不法。顶礼拜小港才拄发生渔船啊偷排废油的代志，这礼拜讲话真定渔港嘛安尼，到底是渔船啊受大打，还是管理单位做了无够？对此，海洋局表示，真定渔港码头有50基监视器，逐工上报有早起1届，下晡2届巡查，将会全力追查厘清污染来源，进行开发。记者柯家做郭超阳、高永昌报道。今日市有桥多摆民众翕到，伫路里有一只汽车要挖，结果竟然后壁的门有一个囡仔爬出来。好佳在迄当阵是抱其他的车来甲弄着，这家长嘛是赶紧落车，甲囡仔抱上车。警方就提醒讲，囡仔坐车除了爱下安全带，爱坐安全座椅，车门嘛一定爱来锁安全锁。看到汽车后座突然落出一个囡仔，这一幕，好几个骑汽车的人行一条1公里坡。这是发生伫2日下晝5點多的下班站號時間，地點伫嘉義市水陽路一間幼稚園的附近。迄當時汽車駛完了後，對面後車門塞鎖一個囡仔，家長隨打動啊，趕緊將囡仔抱登去車來。對啊，太恐怖了。自己以前車子也稍微關不好，突然砰一聲開門啊，然後還好小孩子沒坐在安全座椅上。這件代志發生的時，好佳在後邊無車，嘉義警方已經以交通道路管理處罰條例對駕駛人開罰。負載未滿12歲兒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座椅或乘坐於後座，並使用安全帶，處駕駛人新台幣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兒科機構提醒家長，囡仔上車了後，真正行車安全才多開始。家長認為說，小朋友他只要上了車，車門關起來就安全。可是其實真正的行車上面的一個安全的關鍵，會是在過程當中。過往這種的案件呢，其實受傷的狀況是蠻頻繁的哦。這20幾年來，有發生過很多種這種事情。裝置有沒有轉過關起來的話，從裡面就是不能開這樣子，就是一定要由外面的人開。所以這樣能保護小孩子跟一些老人不知道的狀況下去誤觸。為了保護兒童安全，汽車後座攏有內建車門安全鎖，對車內無法度直接開啟，也是愛兩大閂開門。警方呼籲駕駛人載上囡仔，一定愛使用車門安全鎖、安全座椅，也是安全帶，才來出發。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有一隻華航要對香港飛轉來高雄的飛輪機，降落進前，因為機頂有一個囡仔唔坐好好勢，這機長只好甲塔台申請佇空中加設一輪，才個降落，引起網友的討論。有專家來表示肯定，講安全上重要，而且旅客佇機頂若是無遵照安全的指示，相當是會當罰到5萬塊。航管你好，華航934，我想先給你申請，我在機頂做一個 orbit。飛機降落進前，機長呼叫塔台，表示無法度執行降落停駛，要申請進行一階佇空中試，不過原因真特殊。跟你報告，空服員報告有一個小朋友還沒有做好，我們就不能落地。原來這是華航 CI934班機21早起為香港起飛，要降落小港機場。無想到11點33分，飛機原本已經進入降落停駛，機艙向塔台緊急通報，因為飛機頂有囡仔無坐好，嘛無綁安全帶，所以申請小等才降落。通聯錄音佇網絡頂引起討論。你在起飛或降落的時候，因為它具有70%至80%的失事率之高，如果它沒有繫好安全帶，那機長降落了，萬一在降落的過程中有任何意外閃失、碰撞或意外的話，那到時候責任的歸屬到底是在航空公司還是小孩本身？專家肯定這個機長的做法，認為符合停駛而且真嚴，嘛分析英國發生真濟件案例，旅客佇安全帶的警示燈發起進前就佇行叮當，那拄到突發狀況，恐驚會面臨人身安全的風險。無樂見旅客無遵守指示，經技術嘛分析，只要機長研判無法度保持穩定進場，就當執行停飛。嚴重的風切，甚至是一些
极端的气候状况，比方说突然间雨下得很大，能见度丧失等等等等，他没有办法安全落地。任何情况之下，只要机长认为他没有把握可以安全的把这个飞机降落到地面的跑道上的时候，他都可以选择执行重飞的程序。随上若是旅客无遵守，机长为了维护航空器的特殊甲安全指示，那违反民用航空法相关会处新台币5万的罚款。不过这个个案并无正式通报，无开罚。记者采访报道。新安3.0的买厝贷款8月上路，即届增加新婚家庭贷款的金额会当达到1200万。不过，有立委咧关心，敢会有假结婚的问题，也有离婚配偶过身这款情形，补助是变怎认定？财政部长曾翠芬就表示讲，若是伫咧补贴利息的6档内离婚，补贴就会停止；若是假结婚的，就会把所有的补助拢总讨倒转来。青安3.0就要伫8月实施，若拄结婚2年来贷款额度会达到1200万，拄着未成年子女贷款额度上悬1500万只是。根据内政部资料，台湾去年大约有5.2万对离婚。万一伫青安3.0补贴过程中有翁仔某离婚，财政部敢也会继续补贴。比如说他就离婚的话，那我们也只会就那200万的部分，从他婚姻关系消灭起，然后停止他这个利息的补贴。针对无共婚姻状况，财政部长曾翠芬拜三对外回应解释，若是假结婚除了契约无效，也会退回利息补贴。还阁重新讲贷款，若贷款人离婚，会自离婚日起停止超过1000万贷款额度会增加利息补贴。也毋过经领的补贴被退回。另外配偶不幸过身，徛伫领导考量会延期维持利息补贴。结婚之后，然后还要6年不离婚呢？那就算离婚了之后，这个要谁来担那个房贷？原因上面的宽容吗？婚姻可能另外一半也突然走了，可能也可以豁免这样子。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2024年全台离婚率大约有2.28%，去年淡薄降到2.23%。有帮务集团指出，婚龄6年来的离婚对数，伫总体离婚对数中占比达到38.6%。万一新台人属于非自愿离婚，终止补贴可能红看作是处罚条款。有一些的民众，他可能经济相对弱势的话，他可能会担心，如果我离婚会被取消补贴的话，他会勉强自己继续处于一个危险的婚姻关系里面。如果政策的目标是生育的话，那补贴就应该要跟着孩子走嘛，因为不管父母的婚姻状态如何变动，孩子不会因为父母离婚就不需要住的地方啊。民间团体认为，对公告银行承办人恐惊真歹查核这个婚姻是真是假，都非常检举，也要检附证据，才会当辨识敢是假结婚。另外，万一翁仔某因为非自愿因素离婚，敢有倒一寡合并条件，拢应该特别考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阳光基金会长期咧关心新长者，也有面容受损的人来开汽车美容中心，协助因学技术，未来通去找头路。另外，也有新种团体咧关心新长者要看演出，定定会拄到买票无方便，也是无抢介设施无够友善的情形。卫福部也回应讲，会看部会来讨论改善。所以这个较稳定。有信心总个员工分享进前工课拢无稳定，尾后来到这学着汽车美容的技术，到达已经做22年咯。阳光基金会长期咧服务面容有受伤的人，伊嘛有成立汽车美容中心，替新长者甲面容有受伤的人提供技术训练甲工作机会，到达已经协助500个人。基金会表示，若有适合的工作环境甲支持，新长者嘛会当发挥专业的能力。虽然伊是咱咧讲的是身心障碍，但是伊的能力无差。伊能力成绩比一般的员工更较好，只要你愿意给伊一个机会。基金会嘛宣布，甲企业合作，关支持身心障碍者做职业训练。除了替新长者争取就业平权，毛民团指出，新长者若要看表演，嘛常常拄到买票方式800款，真无方便，嘛拄到无障碍设施无完善等等的问题。那文化的参与啊，其实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民团呼吁政府建立全国一致的新长识题标准，甲买票制度，改善无障碍环境。卫福部是回应讲，会透过下部会讨论建立指引甲机制。那司法部是表示，会参考国际无障碍网站标准，改善买票系统，维护新长者平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记者郭金勇之光台北报道。
面对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是试办家庭照顾者互助休喘的计划，除了专业照护员，也来鼓励家属去到机构互相照顾老大人，也当互大家有轮流休喘的时间。这是盐埕区一间日间照顾中心，内底时大当咧做体操。中心的设备佮有服务，甲一般的日照中心差不多相同。不过，这间中心参与卫福部互助休喘的计划，不但减轻人力的需求，也互照顾时大的家属互相斗相共。陪妈妈来可以看她在这边她干什么，我们也比较放心啊。就是她在这边有什么活动啊，陪她动物怎么摆，她才不会停下来。所以我回家我也去找这个游戏放来家里让她玩。因为互助休喘的计划搁咧试办，无真侪家属知影。日照中心期待有搁较侪负责照顾的家属来参与，减轻因的身体佮有心理压力的负担。长照通常都有分等级，那一定会有额度的上限。那相对来说，他们可能某个额度使用完毕之后，不够的部分，他们就可能只能自己照顾。但是照顾长辈其实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互助喘息的产生，就可以让他们就是不使用到长照的额度，也可以有喘息的机会。对。通常时代入去日照中心，家属也袂伫遮上久，透过互助休喘，家属也正做长照工作团队的一个成员，也就是临时性的照顾服务员。只要付出几点钟，就会使学到更较侪照顾的技巧，也互家己有更较侪休喘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要带他们外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顾得那么大局，没办法顾得那么稳定。但是如果互助喘息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带他们出去看看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对，带他们踏出外面，有多一点社交这样。互助休喘伫全台湾目前有设50个试办的据点，民众只要透过互助休喘的网站，就会使向附近的照护机构登记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培养科学的人才，教育部要来开设一间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即马已经通过审议。头一届要收30个学生，伫明年8月入学。因为要安怎兼顾学生的人文社会基础，也佮有甲大学的合作，也佮爱详细规划。台湾目前有10间高中设有科学班，多数是伫各区的传统名册高中。科学班学生是当年国内外考点上胜军，因过毕业了后进入大学，只有2项选读基础科学。有一部分是进入医学系、电机跟资工啦，这几个系是他们比较喜欢去的。不过也是有一部分留在物理、化学啦，或者是像地质系啦。为着培育更较侪基础科学人才，各项点名连接丢失中的台湾高中研究学院。教育部规划新设立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这个月初稿已经通过审议。因应台湾高等研究学院计划呢，教育部规划筹设的这一个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呢，确定呢会租用台大位于辛亥路3段的国青中心其中一个楼层作为上课的地点。台湾是中属于公办公营的实验高中，锁定全国对基础科研有兴趣的学生，以数学加自然科学为重点。学生爱伫3年来修完超过30学分的专题研究课程，详尽每年2月招生说明。头一届收30人，有审议委员透露，目前课程架构欠大量人文社会基础训练，安怎甲大学合作也真无清楚，需要提出进步说明。甚至把人文社会的学科比较工具化，我觉得可能不利于长期的科学研究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全校散指出过去成立科学实中的时，并无将老师评判台湾实中要设立，都爱将教师聘请充足。除了员额要聘足，他这些比如说额外课程，他也要聘足够的老师，那不应该是只用代理代课的方式。全校长也讲，台湾实中的老师负担恐惊会比一般学校悬，制度上爱提供充足的支持，避免流动，才有可能达到设立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南麻豆国中一名毕业生，是发起骑脚踏车驶台湾一年，当作是家己的成年礼物。按算今仔日就会骑转来到台南。大日头下，这名麻豆国中的毕业生做伙骑铁马环岛，当作送给大家的成年礼物。跟老师出来玩，会变得跟老师像朋友。脚踏车队当中有学生，也有家长，也有父母带囡仔做伙来参加。妈妈她5月份的时候，她癌症手术，
他本来想说他体力不行，结果这一次也跟着。有没有觉得妈妈很厉害？有，他第一次骑真的很厉害。不要掉队就好了，然后不要受伤，然后平安的骑回家。发起这个活动的是麻豆国中的主任高英忠，逐年热人拢会带毕业生坐一轮台湾。虽然伊8月就要退休啊，毋过今年原来照常办这个活动，这是伊第12摆举办，只是伊笑伊煞愈骑愈慢。老师可以扛一个？可以啊，比较慢，而且还是会到的。第一次骑这一条139县道，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然后我终于把它骑到这里来了，看着他们前进的动力，其实是我一直往前的一个方向啊。7月12对台南出发，对东部骑到西部，拜4骑到南投，拜5骑转去台南，就完成环岛的目标。看到因仔克服挑战，完成任务，沿路做伙行过真侪景点，看到台湾的水，冒骑经过上新的达江大桥，这个过程拢互高主任和这阵国中生感觉不只有成就感。记者安秀南投报道。今年的万华博览会有超过1200个单位，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 AI 甲互动的体验。文青院佮主办台湾万华馆，其中是用台湾原创的红册来结合互动的游戏，吸引民众。预估5天会当创造3亿个相机。徛在荧幕头前，和游戏的角色在对话。第25届网家博览会在23正式举行，5天的网家和游戏的盛会，会驻约120间厂商，有超过1200个单位。活动体验变作一个大焦点，有游戏的业者在现场展出导入 AI 网家的角色，在和生的人互动的过程中，展现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利用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仿生记忆机制，所以呢，这些 AI 店员它会像人的大脑一样，它会将重要的事情记得，然后淡忘掉不重要的事情，而且它具有回想的能力。AI 可会当做生的人专属的高水版的人物，业者讲导入 AI 游戏产业，在全球的市值估计已经到72亿美金。台湾做游戏的业者最近几年嘛，看到商机，陆续把 AI 应用在产品内面。从最基本的就即时客服开始啊，那但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那我相信各家厂商应该都会在所谓游戏的设定、跟互动、跟体验上面去做一些强化。除了游戏的产业重视活动体验，台湾网家的产业嘛已经无遐尼传统啊。台漫买买乐的一个虚拟购物的体验，那就是我们有结合4个平台，4个台漫的阅读平台，对，然后还有邀请了共计20位的老师，为了这个场次限定的手绘的来场限定收据。文化内容7正义主办的台湾网家馆，特别用小名词做主题，把网家包装做爱豆名词，让读者伫一个电视区，就当接触到无共主题、无共画风的台湾原创的网家。漫协每年都有编预算到其他国家推广我们的原创漫画。文策院他们更努力，他们其实是像 TCCF 是把国外的所有买家都请来。主办单位估计5天的展期会当创代表3亿个商机，佮希望借这个机会提升网家、电脑网家和游戏等内容产业的交流和下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团结中心合作来举办儿童戏曲巡演的活动，拢总有7个歌戏团会去到7个县市巡演，希望会当培养囡仔伫传统艺术甲台语文化底底。来吧，能求各位数，化作天下画笔图。这出保者出任务是新团歌戏剧团的作品，为着要推动儿童戏剧的发展，这几年有真侪剧团加入去创作，由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团结中心共同办理的儿童戏剧巡演活动，请囡仔来看戏特别起稿啊！今年有7个剧团参与，其中长美云歌戏团认为，直接让戏剧加入去囡仔的世界，就是上好的方式。戏曲呢，要行入去囡仔的生活。其实上直接的方法就是爱主动行去有囡仔的所在。团结中心表示，希望结合政府甲民间团体的力量，透过儿童戏剧的演出、解说、
甲互动体验的活动，培养囡仔对传统艺术甲台语的底子。若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也讲，希望透过演出，传了更较侪囡仔熟悉台湾的艺术文化，传承戏曲甲台语的水。我把囡仔带出来，把爸母带出来，爸爸妈妈和囡仔做伙出来，亲子假日的大汇演，歌仔戏儿童的大汇演。透过这个歌戏呢，嘛，互因除了认识歌戏以外呢，嘛会晓讲台语，然后听台语，安尼话呢，1减2个，忘啦佫减4个。团艺中心表示，今年的活动对7月25开始，7个剧团会去到宜兰、新竹、台中、嘉义、高雄等等7个县市的公园庙口巡演，拢总有7场戏，希望招大人囡仔做伙来看戏。记者记者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意大利罗马伫咧1970年代有起实验社会主体，不过因为欠资金，这工程就无阁继续做落去，规个拍远去。而即嘛，这几当这后面是出钱甲拍远去的实验社会主体来甲转型做极端气候的避难所。罗马西南郊区这个90楼悬大型社会主体科尔维亚莱社区，本来是顶世纪70年代罗马政府照顾低收入户甲无厝通住的人，原本也想要打造成大项拢有的微型城市，互所有4楼变做包括商店、街甲各种设施的集中地。到尾说因为资金欠缺，4楼敢若留粗坯，工程无做较好。这几年罗马市政府甲欧盟透过国家复苏甲轮成计划，投入差不多5800万欧元，也就是代表21.2亿的经费，以途径来改变这个散车社区的命运。工程伫2024年全面启动，今年8月就要收尾。上互人注意的是，伊大大提升这个社区的气候韧性。Questa biblioteca, per esempio, è un cosiddetto rifugio bioclimatico ed è un edificio che è stato ristrutturato in linea con tutti gli altri, rifacendo gli involucri, utilizzando dei materiali riciclabili e quindi che anche nella prospettiva futura avranno uno smaltimento ecosostenibile, cambiando gli infissi per mettere ovviamente delle protezioni a taglio termico che garantiscano il mantenimento di queste condizioni di comfort che sentite. 澳洲这几年火烧风一直出现，2025年已经创下史上第3热年份，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天数超过40天，暗时原来有101天的气温比20度较悬，社区内这间新图书馆内的温度竟然比外口减10外度。因过这罗马西南郊区是无受欢迎、无人管的所在，经过更新改造。即马有广场、户外剧场、图书馆，各全面绿化，种9500丛树仔甲灌木。若是4楼公共空间强占的人，已经慢慢重新安置，使这个歹名声的治安死角彻底改变。公司新闻洪如美编译。伫咧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外岛地区是26度至32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准，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